比4代住宅仲要實用嘅戶型，你哋又見過未呢？今日嘉欣嚟到旗江新城展銳江悅灣睇一個150平嘅5房3衛嘅複式大平層，有興趣嘅朋友咧，跟我鏡頭一齊去睇睇。呢個中山首創嘅高品質市面園林小區啦，實景嘅園林同埋準現樓噶啦，今年年底就可以收樓，完全唔使靠想像嚇，所見即所得。小區配套直接拉滿嘅，有我哋兒童遊樂區、健康跑道，滿足業主嘅日常休閒嘅。每棟樓下亦都有晚會所啦，有會客廳、健身器材嘅，仲有我哋一個專屬嘅服務站。用嘅係萬科物業下，居住感非常之好嘅。地理位置離中山北站、中山三毛先1公里嘅，樓盤自帶接駁車直達三毛同埋香港直通巴士嘅上車點，即係唔理你購物啦、通勤定係往返香港都係超方便嘅。重點嚟啦，全中山嘅絕版戶型150方嘅複式單位，做到5房3衛嘅戶型設計嘅。江悅灣之後咧，亦都唔會再有啦，因為唔俾報建，賣一套少一套。實用率高達140方嘅，使用面積去到200方嘅，唔係大4代住宅，媲美大4代住宅。先嚟感受一下呢個70平方 LEKD 嘅無柱大客廳，咁你家人聚會啊、朋友開 party 啊，呢個空間都係超闊落嘅。仲有50平方6米挑高嘅空間，可以改造成2個獨立套間，長輩房、兒童房都可以輕鬆安排。40方嘅大主臥套間，仲帶咗女王級嘅衣帽間，我相信冇一個女主人可以拒絕得到。150方呢，而家可以揀毛坯或者精裝修嘅，最低180萬可以攞低一套啦。咁而家入手咧，亦都有福利嘅，送你3萬蚊嘅車位券，10年嘅3冇會籍嘅，仲可以有家電大禮包。如果想喺中山城區揾改善嘅住房，執漏絕版戶型嘅，評論區 call 睇房，可以帶你實地感受。